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屏东的万丹乡进前发生着假车祸的杀人案，相关进前都甲被害人军装骚扰佮纳解。讲就这款的案件，每一年相关的报案是高达7600外件。为了要来保护着女性朋友，台北市警察局的警政 App 来推出着新的功能，提供着安心据点。若发现着有人咧对咧军装，军警就会当找到会当帮助的所在。另外，警方嘛参考着日本的警视厅，防范着痴汉的 App 的设计，提供喊救人的铃仔声甲跑马灯，会当伫第一时间，互这个色龙来退线。一般女性朋友呢，如果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遇上了色狼，而你这时候又是坐着，该怎么求救呢？其实你可以打开这个北市警政的 App， 里面有一个 SOS 的求救铃，只要按下就会发出这个求救声响，提醒其他的乘客来帮你解围。一位的人有够多，若是讲有人趁这个机会讲食豆腐，往往这女性拢唔敢喊救人。台北市警察局参考日本警视厅痴汉防范的 App。用走马灯方式喊救人，只要点开 App 就会使拍字。那呢，其他人可以就会使甲你斗相共。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比较好吧。嗯哼，你就用跑马的。对，跑马的。如果不知道，他可能会只是觉得怎么有这个声音而已。为了让女性会使安心啊转去，暗时若拄到人伫对，拍开 App 嘛会使了解倒位是安心的商店。寻找说，哪边呢是比较安全的？然后你可以去定你的想要走的那个路线。大家一定要立即制止。那再来就是大声做呼救。那如果没有办法呼救的话，就是也可以使用我们警察局的警政 APP 来做呼救。进前这个警政 App 内面的安心商店嘛，帮助过找无路的囡仔送伊转去。未来民众若是真正拄到紧急的状况，不妨拍开台北警政 App， 会使马上得到相关的协助。